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什么是结项运动？就是老师要收功课啊，你才开始咧写功课啦。这月时啊，撇下三宝：咖啡、钱、乳梨。鬼惊咖啡，因为咖啡会用伊提神啊。鬼嘛惊钱，因为有钱使鬼的下无。最后也是乳梨上厉害啦，因为伊会疑神疑鬼啊。老哥，你看你规工抢伫厝耍电脑、玩手机啊，拢有运动。等你若老啊吼，行动不便，脚头无力，我就逐工用轮椅送你去公园，互你看我甲别个查甫人跳舞啦。有钱莫赌，十赌九输，倾家荡产，借钱走路无幸福，为着幸福。有钱莫赌，有钱莫省，省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唔惊钱赚得少，只惊收早行的。留着健康在，唔惊赚袂来，为着健康，有钱莫省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你若介这出影片，请分享一下，顺续定来看。留一 camper，每日暗时6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